湾的高雄地区有一位恶行重大的女流氓头目，叫做张银霞。聚众开设暴力讨债公司，甚至性侵害自己暴力集团当中的小弟，成为了高雄警方追击的对象。受害的男子惊恐地吐露了当时的情况。外表冷酷、身材壮硕的张银霞以脾气凶狠出名，在高雄地区聚众开设讨债公司。个性霸道的她，除了暴力讨债以外，甚至性侵旗下的小弟。 这时，被绑的小弟完全没有反抗的机会，只能忍气吞声，任由大姐头蹂躏。受不了连日来极尽变态的虐待，这名小弟身高167公分，体重却只剩下45公斤。回想起当时恐怖的经过，还是一脸惊恐。 性侵他的就是这位恶名昭彰的大姐头张银霞。现年41岁的她，10年来涉及至少21起暴力讨债、强盗、恐吓等前科。警方还在深入调查，要继续追缉张银霞和旗下相关共犯到案。